可能又比我年轻的啦，不过我想我还是称呼大哥大姐哈。那很高兴跟你们分享今天我要讲的题目。那在这个分享题目之前呢，我大概简述一下我这个从医的过程啊。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跟后来的那个一些转变，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闻出转变的先机嘛，所以有跟以后转变这些有关，所以我先提一下，我是台北医学大学毕业的，然后进入临床是在星光医院当住院医师。好，那我们住院医师，我是耳鼻喉科的住院医师，当了4年之后呢，那因为我在桃园的学长刚好他是在桃园的诊所开得很好，所以他请我帮忙，那我就跟他一起在诊所合作了大概4到5年。那因为我本身对肿瘤的手术非常有兴趣，那因为在诊所没有办法手术开刀，那所以因为刚好有一个机会，我们的母校台北医学大学在双和医院，现在是叫部立双和医院，有一个新建一个医院，那边的副院长刚好是我们耳鼻喉科的长辈，然后就请我就跟他有聊天的机会，偶然的机会之下，然后就回去双和医院，然后主要就是在双和医院从事头颈部肿瘤的一些治疗。所以耳鼻喉科不是大家想象的只有看感冒，或者是看鼻子啊、喉咙这样子。其实像一般的口腔癌手术、甲状腺癌的手术，还有唾液腺一些肿瘤、头颈部的一些肿瘤，这个都是属于耳鼻喉科的范围。那我也在双和医院待了5年，那因为一些因素，之后如果会提到的话，可能就再跟大家分享，然后就回来桃园，然后自己就是有一个诊所，那也是跟学长合作，但是这个诊所就是我一个人独自经营这样子。好，那因为义业牧师他有给我这个题目，叫做闻出。好，接下来就进入正题了。那可能还是要跟大家上个课。那当然这个上课的内容我尽量简单，然后不要太复杂，然后让各位大哥大姐有一些基本上对跟鼻子有关，因为今天的题目是闻出嘛，转变的先机，所以跟鼻子有关的一些比较有关的一些疾病我会提一下，那之后再分享一下跟这个今天题目有关的，就是转变了怎么样在这个我不知道以前我都习惯叫武汉疫苗，武汉肺炎，不过现在我要更正，然后叫做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之下，怎么样面对这样子重大的改变？好，那我提供我自己一点点小在一个医师，特别是在一个诊所的鼻喉科医师，或者是我在我生命中有一些生命中的转变的一些看法，好，跟大家分享，跟各位大哥大姐分享这样子。好，那我们接入我们的正题哈。好，这个图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就是我们鼻子的解剖的构造。好，那我们的嗅觉就是闻香臭的地方哈，就在我们鼻子的最上面。好，就是这个图这样，这是一个纵剖面。你看到这个大哥大姐看到这些黄黄的丝的，就是我们的嗅觉神经。然后呢，它在穿过我们脑部有个底部，我们通常会叫做颅底的地方，然后它会穿过骨头，然后它就会成为像一个球一样的长长的一个球，叫做嗅球，就是嗅觉的球。然后借由这个嗅球才会分出一些那个神经的分支到我们的脑部去。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正面看，我们这是人的正面看，我们的嗅觉的神经就是在鼻孔的最上面。好，然后
这2个黄黄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嗅球。所以有的时候在一些车祸的病人或者是外伤的病人，他的我们讲我们的颅底，就是我们就是鼻子跟脑部相通的这个骨板，这个隔板如果有受损或是撕裂的话，我们的鼻子会流出一些鼻水轻轻的鼻水，那个不是鼻水，那个是从脑子里的我们叫脑脊髓液渗漏的，在临床上会看到这个现象。好，那我简单的再说明一下那个嗅觉神经，我们受到一个嗅觉的刺激，怎么样传到我们脑部去？那我们的嗅觉神经就是刚才那个图上有看到的，就是一些黄色的一丝一丝的那个嗅觉的神经，然后我们会到脑部的一个嗅球，就是我刚才看到一个黄黄的一个球，然后到这个球之后，它会分出一些分支到一些我们脑部的一些构造。那这个构造很难，所以大家不用记，只是给大家知道我们的神经嗅觉的神经是很复杂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到最后会到脑部有2个重要的地方，大家可能要稍微了解一下，一个叫做杏仁核，一个叫做海马回。那为什么要提到这2个名词呢？等一下会提到为什么。那我把这个图，如果大家可能比较小一点点，下一张，这个比较小一点点，不过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蓝色的这个是我们刚才讲的嗅球，那嗅球往前往到脑部的深层，就会进入一个叫海马，还有刚刚我讲的一个杏仁核。那因为这个图是网络上下载的，所以是就是大陆地区的语言，所以大家我念给大家听。杏仁核主要就是影响动机，会控制我们情绪，我们会感到害怕，或是非语言的情绪表达。例如说我们会不跟语言没有关系的，例如说我们会冒汗啊，会盗汗啊，会紧张、心跳快啊，这个就是由杏仁核来负责。那海马呢？海马是一个构造，它长得顾名思义，它长得有点像海马的那个构造，长长的。那它就是主要有关于学习，特别是记忆，记忆这个东西非常重要。然后等一下也会提到。然后呢，就是跟我们以前留下来的经验当做对比。这个是嗅觉的简单的一个传导路径。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大脑的一些感觉的定位，这是以前的科学家去定位我们的大脑，这个叫做大脑皮质，就是刚才那个系统，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前面那一张图，这一张图，这个叫做边缘系统。边缘系统呢，就是以前在最原始的时候，就是像某些动物，就是大部分的动物，它就是用边缘系统来控制它的一些反应。所以像一些动物啊，在遇到害怕啊，或者是遇到要去觅食吃东西的时候，它就是靠这个边缘系统来控制，所以它的反射都是非常原始的，就是害怕我就跑掉。然后呢，我生气我就吼叫，或是对你发出，就狗的话就会发出叫声，类似这样的意思。这是很原始的反射的动作。那上帝创造人就不一样了，他会给我们一个叫大脑皮质。大脑皮质就是你们大家看到的这些不同的颜色，它就管不同的，有语言啊，有听觉啊，有我们的情感，还有这些视觉的联系，这个都是比较高层次的。所以你会看到，因为我是基督徒嘛，所以你看不到一些其他动物会祷告嘛，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会祷告，会去找说有没有生命中有没有一个更高地位的，不管是神啊、上帝啊，这些名称都可以。
好，那动物就不会有这些，因为上帝给我们很奇妙，给我们创造这个叫大脑皮质，我们会有更深刻的去思考。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绿色这个地方，好，这个不是很清楚，不过大家可以看到绿色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是嗅觉，那它跟味觉其实是很接近的。哦，这个大脑皮质黄色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味觉，哦，这两个区域是很相近的。那这个右边这个图呢，它就是显示说我们嗅觉跟味觉传到我们大脑皮质，这个是下面这个是舌头，然后它经过我们的脑干的细胞之后，再传导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好，然后还有嗅觉经过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些传递的顺序之后，它会到我们的大脑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的皮质是两个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吃跟我们的嗅觉其实分不开的。好，所以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如果你把鼻子把它捏住，好，你只光吃食物的味道，其实是感觉不到什么特别的愉悦的感觉的。我们会跟我们的嗅觉一起作用，然后来感觉。好，这个就是我们大脑，上帝给我们大脑非常奇妙的地方。好，那就接下来今天的主题，就是我在新冠肺炎的疫情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有印象，说没有嗅觉是那个武汉肺炎的一个症状。好，大家应该都知道，所以我在门诊会遇到有一些病人就很紧张的跑过来说：“医生，我皮膜呢？我是不是地丢黑？地丢黑？”他还不敢讲那个新冠肺炎，他就想说地丢黑。我说：“哦，你是担心有得到新冠肺炎是不是？”他说：“丢，他没安诺。”哦，那我们做医生的当然不会说他有嗅觉丧失，或者是说嗅觉比较差。就说你真的是有得到新冠肺炎，当然还是要做检查了哈，做一些基本的询问哈。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最正统的嗅觉的检查。好，那你可以看到，在台湾几乎没有了，因为这个是美国人做事情很做盯紧呢。其实科学也是这样，医学的发达，你可以说做工呢，片面就凊彩片就好摕一个物件互伊片就好啊，这从来这复杂。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它的正规的嗅觉的测试主要是这两个，这个英文叫做 sniffing stick 测试，就是嗅觉棒测试。你看到这一个一个的像试管的东西，它里面有12种味道，然后分不同的浓度，不同的气味。还有不同的种类，它都会把它分成12个管子，然后你看，就是后面就是这么多管子，然后它就会叫人家去闻，然后根据它的浓度大小，你闻不闻得到，然后做个记录，然后最后会评一个总分，然后呢，它就是用科学的验证的方式，就是说哪些人嗅觉没有，他会找一群正常的人来比了，就是正常的人可以闻到几分。然后不正常的人可以闻到几分，那他就把它归类于这样叫不正常，那右边的呢也是，它是一个叫做 UPenn， 就是在美国的明尼苏达的一个大学，它发明出来的，它是一个试纸，那更简单的，因为看这个试管很困难嘛，没有，大概只能在医院里面，不然就在诊所里面测试，但是这个大学的这个发明，这个学者很聪明哦，他把他那个气味把它设计在一个试纸里面，就是他那个你看这个本子里面，它有40页，不是10页，说错10页，然后每一页有4种味道，然后有4种试纸，那4种试纸就代表一个味道，所以你要做的时候呢，你就把那个试纸用笔刮一刮，就像我们刮那个爱国奖券，我也不是爱国奖券，反正就是什么什么奖券，但我虽然现在不刮了，我现在不刮了，我先说，我现在已经不刮这个东西，就是说刮一刮的时候，就会出现那个味道，然后呢，它上面有一些问题，一样是问卷，然后就填一填，一样几分以上就是有正常，几分以下就是异常，这个是做过很多很多的测试，所以是准确率跟
那个测试度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但是你就会说，啊，这麻烦，我做一个这麻烦，无代志，这看我有屁无尔，你都要给我做这检查，做30-40分钟，安尼袂好啦，袂好。所以在美国也有这种情况，因为他们的时间，老实讲，比台湾的医生更宝贵。他们的医生是用那个分来算，分钟来算，所以他们觉得有些医生觉得花太多时间，那怎么办呢？想简单呢，有人就说，那我就真的就是回归最原始，我就找贵的物件来测试。但是你不要说他很笨哦，他选东西不是说随便选哦，他是找了很多东西来测试，发现这3样东西最有代表性。这上面是什么？有没有人看得出来？这是肉桂，这是我最讨厌吃的，所以我知道那个味道太强烈，我很讨厌吃肉桂。但是有些人很喜欢吃肉桂，因为最近麦当劳有出那个肉桂卷，听说很好吃啦。那大家可以，如果说各位大哥大姐有兴趣，可以去吃吃看。那右下面就是鱼，鱼的味道。那左下角就是香蕉的味道。这3个，他把它做一个测试。很简单，就是能够闻到2个味道以上就算正常，然后3个味道就闻不到。真的，他有再去做测试了。不是说那青菜那铁来测试这样就算，他还有去跟就我刚才讲的那个很多管子啊、很多试纸那个做测试、做比对。一起没他准哦，但是还算不错有80%几的准确率。所以如果各位大哥大姐，你如果真的怀疑自己嗅觉有问题，你贴这3项物件批评耶，然后可以很大声的跟大家讲，这医生认定的哦，不是我凊彩，不是我凊彩的哦。好，那接下来就是要讲一讲说，为什么什么东西我们医生就会判断，你什么情况下会造成那个嗅觉丧失？不能说你就有嗅觉丧失，就是一定是新冠肺炎啊。我们是安尼，要不然大家都惊死。第一个其实在临床上呢，因为我们在医院嘛，如果是在医院的话，有些急诊的情况，病人受伤之后，我们住院的时候，我们的医生会过去会诊，然后说，他嗅觉没有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有的时候是因为鼻血，他车祸受伤之后鼻血塞住，鼻孔都塞住，当然是闻不到了。那很多的情况是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他还是说他闻不到，因为一开始都是要处理比较紧急就是影响生命的问题，例如说脑出血啦、胸部的问题啊、心脏的问题，那这些都解决之后，他才会开始讲说，奇怪，以前我那品不哈，所以才会去找说到底是什么原因。我给大家看一下刚才的那个嗅觉路径。好，这边有没有看到？就是我刚才讲的鼻子左边这个图，这个嗅觉神经在经过这个脑，这是骨头的地方，它会穿过骨头，然后到这个嗅球的这个地方，然后里面就是脑嘛，上面就是脑。那脑跟那个骨头在剧烈撞击的时候，它会像一个拉扯的力量，就会把这些神经的那个纤维把它拉断了。拉断了之后，自然你就算闻东西，它也没办法传到脑部去。所以外伤的人，很严重的剧烈撞击拉扯的人，特别是从前后，你前后的话，它那个剧烈的震荡是最大。所以你如果从前面撞，或是从脑部后面撞，那个撕裂的力量是最大，所以有时候就会造成那个嗅觉的丧失。好，那这个在医院常见。那第二个常见的，其实在诊所，就是我现在在面对的诊所，其实最常见的是鼻窦炎。那鼻窦炎，等一下会提到一些鼻窦炎一些常有见的一些错误的观念，也刚好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那鼻窦炎就是发炎之后，当然你鼻子不管是发炎，不管是鼻涕，不管是有长息肉，那你
气体的分子进不去，当然就闻不到。这是其实是最常见的，但是一般的人不知道，所以要有耳鼻喉科医师进去鼻子里面检查。我们有时候会用一个叫内视镜，内视镜就是一个大家如果有印象，就是像一个长长的长长的一个像管子的东西，然后里面会有光纤，然后会有灯源，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去里面看。那有时候手术也会用这个我们叫内视镜去做手术。这其实是最常见的。那接下来这3个临床上都有遇过，但是我发现最多的病人害怕的，除了那个新冠肺炎以外，那以往没有新冠肺炎的时候，病患其实最害怕就是肿瘤。我说我鼻子是不是生物件？那品不？不过我跟大家讲，肿瘤有机会，就是我刚才讲的，一样把那个图再调出来，在这个地方，这个嗅球这个地方，脑部的这个下面这个有脑膜，有时候这个地方会有长脑膜瘤，它脑膜瘤是一种良性的肿瘤，它会压迫到这个嗅觉神经，的确有时候会有那个嗅觉丧失的情况。但是这个临床上非常非常少见，我也只有在教科书上看见了，在临床上没有真正遇到说因为肿瘤然后嗅觉有异常来，因为嗅觉的问题来发现的。我自己个人的行医过程中是没有遇到，只有在书上或是文献上有看过，所以大家不用这么担心。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病毒感染，新冠病毒。这是大家最害怕的。但是其实以前有没有？其实以前就有，以前有其他的病毒也会造成嗅觉的丧失，像鼻病毒，所以这个不是新的事情，就是像圣经上有讲过说，以前的事后来会再发生，这个其实以前就有，这个鼻病毒是很古早的病毒，就像新冠病毒一样。那他以前的病患得到这个病毒，就有一部分的比例会嗅觉丧失，就是你做了再多检查，他也没有鼻窦炎，他也没有肿瘤，他也没有外伤，真的他嗅觉就是丧失了，是有这种情形。那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时候，其实如果真的有嗅觉的问题，的确第一个就要注意是新冠病毒，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大家都比较忽略的，有一些退化性的疾病，退化性疾病像阿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其实他的嗅觉也会退化，只是因为他自己不会讲，他自己也不会表达，所以在美国有人做这个研究，大概65岁以上的人多多少少嗅觉就开始退化，但是在阿兹海默症的病人，或是在帕金森氏症的病人，他的嗅觉会提早退化。所以呢，在美国在诊断这个阿兹海默跟帕金森氏症的其中一个检查就是嗅觉检查，就是刚才你看到那很多管子，很多管子那个检查，那个是可以提早发现阿兹海默的问题。那刚才也有在那个图上有说过，所以为什么要这个图很重要？为什么这个图很重要？就是我刚才讲过，嗅觉的路径会连接到学习记忆，就是海马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那个阿兹海默症常常会有病变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区域，它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所以这个嗅觉跟我们的情绪还有记忆是息息相关的。好，那接下来就提到一些常见的疾病了。常见的疾病就是常常会有病患就说，那个谁先我得到那鼻窦炎，你开药给我，开那药给我吃。他的意思就是要吃抗生素了，那的确，如果真的是得鼻窦炎，必须要吃抗生素。但是我们检查之后，常常发现，原来他把鼻窦炎搞混了，
他其实他认为的鼻窦炎不是鼻窦炎。所以什么样的情况下叫做鼻窦炎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所谓鼻窦，你看这个中国字，窦上面是一个穴，所以他在窦在以前那个在《说文解字》这个名词解释上，窦就是一个空穴的意思，这个洞穴的意思。所以鼻窦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脸部或是鼻部的周围会有一些空腔，它是藏在我们骨头里面的。就是像这个图上面描述的，这个是画出来的。在我们脸的两边，这个叫做它每一个鼻窦有不同的名称了。就是像这个地方是叫做上颌窦，在眼睛的旁边叫做腮窦，然后在额头的上面叫额窦，然后在眼眶的最后面还有一个叫做蝶窦。很多鼻窦，它总共有4对，还有总共有8个鼻窦。那这个鼻窦本身是个空腔，就是一个空空的，它在骨头里面是空空的。那有人就会问，以前科学家就会问，那到底要这个空腔干嘛？为什么不是像一般的骨头就一个实心的就好？这个没有特别的一些解释，科学上面有一个很明确的解释。不过有人猜测就是说，因为它可以减轻头部的重量，因为空气嘛就比较轻。那另外在发育当中，如果它有一个空腔，它直接撞击或是受伤的时候，不会直接伤到里面的构造，所以有一点保护的作用。不过这个真正的为什么会设计成这样，那只能问上帝了。那不过鼻窦这个平常的功能如果运作正常的时候，它是可以把里面的液体排到鼻腔里面，就是我们一般看的这个鼻孔里面。那大家可以仔细看，可能不是很清楚了。它这个鼻窦要到鼻孔的里面有个很小一个小小的通道。每一个鼻窦都是一样，它通到鼻子里面会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洞。那这个洞呢，因为很多的因素，例如说感冒，然后鼻腔肿起来，或是有鼻涕挡到那个开口，或者是有肿瘤挡到，或者鼻中隔弯曲压迫到那个鼻孔的通道，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把这个通道塞住了，这个鼻窦里面就会蓄脓。所以就是我们所谓的鼻窦炎。所以一般我们感冒流的鼻涕，它稍微有点黄黄的，那个不一定是鼻窦炎。我们鼻窦炎就是指在这个空腔里面的液体排不出去，然后滋生细菌，然后就是鼻窦炎。那鼻窦炎呢，还有分急性、慢性之分。一般我们讲的一般的感冒引起的就是急性而已，那就是吃一些抗生素，然后鼻喉科医师帮病患做一些治疗，把鼻涕吸一吸，让他鼻窦不要充血，鼻子呼吸可以通畅。一般在1到2个礼拜，这个鼻窦炎就会好。那所以很多人把那个鼻子过敏或者是慢性鼻窦炎，把它当作急性鼻窦炎。其实这个是观念需要稍微厘清一下。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常常会有人把息肉搞混。就是有些人就说，那个以前那个我以前搞工，或是有人跟我讲，我谁鼻梁，鼻梁就是就台语啦，那国语就是鼻息肉啦。那个大家也可以看，息肉这个名词在中文的意思，息就是多的意思，多出来的。所以理论上它是说平常正常的构造不应该有的。所以一般我们看的这个是我们正常鼻腔里面的构造。鼻腔里面的构造有正常的，就是有一个叫中鼻甲，然后一个下鼻甲，还有刚才就是把两边鼻孔隔开的这个骨板叫做鼻中隔。那上面还有一个这个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上面还有一个很小的，这个就是上鼻甲。不过一般我们看到的，我们鼻孔这样撑开看到的就是叫做下鼻甲。中鼻甲有时候看不太到。就是像左边这个图，就是一个人右边的鼻孔。这个中间这个是骨板，那右边是红这个肉就是下鼻甲，它肉就肿起来了。那肿起来的原因很多，有的时候就是过敏之后它当然就会它黏膜会肿胀，
或是感冒之后它会充血，它就会肿胀，所以这个不叫做鼻息肉，这个就是叫做我们叫一个医学上的名词，叫做下鼻甲肥厚，就是它肥起来了、厚起来了、肿起来了，那它一样会造成鼻塞，所以会让人家觉得说我是不是得了鼻窦炎，是不是得了，我是不是有那个长息肉？其实这不叫做息肉。好，那什么才叫息肉？就是我刚才讲的多出来的。好，这个右边这个图，好，就是可能也看不太清楚，不过大家如果可以稍微放大，你们的那个用 iPad 或是用电脑看可以看得到的话，下面这个肉就是我们下鼻甲的肉，上面有多了一块黄色箭头指出来的这些像水水的亮亮的，像我们有时候会叫葡萄了，有点像葡萄的肉了，好，所以那个这个就叫做息肉，那个正常不应该有这个息肉，那为什么会长出息肉？就是刚才讲的，在鼻窦的开口，如果说是一些发炎的原因，让它那个黏膜肿起来，但是又太久，我刚才讲急性鼻窦炎大概就1-2礼拜会好，但如果说呢太久，你超过1个月鼻窦炎都还没有好，或是有些人就不管它，感冒之后就不管它，让它一直塞，久了之后，它的黏膜就会慢慢肿起来，那肿起来就会长出来一个叫做息肉，就是看起来就像一个葡萄，就内视镜，这个就是右边那个图，就是我刚才讲用内视镜进去看放大的图，那个就是像一个那个果冻，像一个葡萄一样的一个东西。那这时候就不是单纯只靠抗生素或者是用吸鼻涕这些可以治疗，通常长出息肉来之后，一般就要用手术去处理，因为它已经是慢性。慢性的当然就是因为它细菌太强，或者细菌有抗药性，用一般的抗生素已经没有效了，所以再加上它鼻腔已经被息肉塞满了，它根本没办法有正常的呼吸。请你放到厕所的那个洗手台。那缺氧之后呢？缺氧之后它就会更肿，那就长出息肉就越来越大，那就最后就必须要用开刀处理。好，那接下来这个跟嗅觉就没有关系，但是也是在门诊常常遇到，那还是必须要跟各位乐龄的大哥大姐讲一下，也常常有病患会因为流鼻血就跑过来，他会很担心，他说：“先生，我流鼻血都未止咧，要安怎？我是不是要中风啊？还是我鼻仔内底生物件？”通常大部分的病患还是担心鼻腔里面有长东西，或是他有隐藏的疾病。那一般会怕是有一些什么白血病啊，我可以了解啦，但是这个在医学上都非常罕见。有遇过，的确有的是因为白血病，然后攻击我们的鼻腔的黏膜，造成出血，有，但是非常少见。那也有因为长肿瘤出血的，也有，但是也很少见。那最常见的，大家看得到吗？看得到我的投影片吗？看不到，是不是 ？OK， 看得到啊，投影片看得到吗？就是标题是医生我流鼻血的、哦，那奇怪，有些人看不到，我的看不到。对，有些人好像看不到，没关系，我再重新我再那个上传一下。不好意思，也提醒大家随时注意，有时候会误按到那个麦克风，所以可能要请把麦克风关掉，不然会有杂音。谢谢。有吗？有看到了，有看到了，看到了，有，好。对，可能电脑那个跑掉，那个流鼻血大部分都不是肿瘤，也不是有什么潜藏的疾病，大部分就是因为最常见的是过敏，那有少部分的确是跟血压高有关，那怎么样区别是有没有大问题的流鼻血？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鼻腔的构造。
鼻腔的构造其实非常的血管非常的复杂。它这个左边的这个是我们鼻中隔的血管的一些供应，它总共有5个血管。它会汇聚到一个前面一个鼻子最容易出血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最容易80%-90%都是这个地方在出血。所以最简单的处理方式，解决鼻血的方式就是塞一个棉球进去，然后两边都可以塞，然后两边都鼻孔这样压下压止血。上有一个很错误的压的方式，就是压上塞什么？棉球。压上面是完全没有效，因为压上面是压骨头。骨头是没有办法止血，只能压在鼻中隔，但是鼻中隔你又直接压不到，所以要塞棉球进去，最好是有插一点凡士林，然后塞到两边的鼻孔，要那凡士林，对，两边都加压止血。好，一边的话可能压力不够，所以两边加压止血，90%都在5到10分钟之内可以止血。好，那千万也不要往后仰，因为往后仰会有个危险，特别是在老年人，因为你往后仰，血都会往后面流。那血往后面流的时候，它会凝固在我们的喉咙。那老人家他的吞咽功能跟咳嗽的反射功能比较弱，所以那个血块就会变成像猪血一样。那猪血你卡在喉咙就会有窒息的风险，所以捏住鼻子的时候，头不要往上，而是要稍微往下仰。好，这个大家注意。要敷一点冰块，减少血流 ，OK 的，没有问题。好，但主要是用加压止血。那我刚刚有提到比较严重的出血会是什么情况？就是我在右边的这个图，有一个这个后面这个是我们颈部的一个大血管，它会有一个分支。你就看它箭头会在跑。对，它会跑到我们的这个鼻孔的后侧这个地方。这个是后区，到鼻孔的后区。当这个地方流血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个很严重的结果，因为你前面止不住，你怎么压都没有办法压到那个出血的地方。然后它又是血管应该算是中型血管在喷，所以它的量速度非常快，所以它会很大量的就跑到喉咙去，就造成我们刚才那个结果。那怎么样分别是前面在流还是在后面在流？很简单一个方法，就是照我刚才讲的，如果你可以不要压鼻子，头稍微微微往下，如果你不害怕的话了，那个血滴下来你不害怕的话，前提是你不害怕，你就头稍微往前仰，然后呢，鼻血如果只有往前流，不会从嘴巴出来，不会感觉从喉咙里面吐出一些血来，那就是从前面在流。前面在流都不用太担心，用我刚才那个方法，90%都可以止血。那如果是后面在流，就是你前面头虽然低了，它还是一直从嘴巴吐出来，而且量非常大，那就要很小心。那这些情况从后面流的会在什么情况？就是突然血压升高的病患身上，或是洗肾的患者，或是有在用抗凝血剂的，因为有些人心脏的问题，他会吃一些抗凝血剂，例如说阿司匹林啊，或是一些抗凝血剂，那这个情况就要很小心。所以如果一旦有这种情形，那第二没有别的方法，就是赶快去医院。那你会发现有些病患会说，我好像过了10分钟他就自己止了。没错，如果是在这种后面在流的这种流鼻血，因为它流到一定程度，血压就会下降。血压下降之后，它就自然停了。所以有时候病患来到诊所或者是来到医院看，没有出血的地方，这回去之后它又流了。所以有的时候一个急诊会来一个晚上会来个2-3次，到最后不得已就要住院，把后面那个地方都塞住。当然有后面就是交由医院的医师来处理了。那最严重的有时候还需要用内视镜去止血开刀的方式。这个就是大家去做分别。但大部分还是跟大家提醒，大部分不用太担心。然后呢，你不要太紧张，越紧张血压越高，就越难止血。好，上面都是上课，都是比较枯燥乏味，但是
比较紧张的地方。那接下来呢，就是分享一下，其实应该是说回归主题了，就是应验牧师给我的题目叫做"闻出新转变"。那在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时候很多长辈大家都很担心，真的很担心。我有一些病患以前大概1个月或是2个礼拜会来找我，例如说有一些过敏的问题，或者是一些慢性咳嗽的问题，气管过敏的问题。这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现在到疫情比较稳定了，他们大概3、4个月才敢过来，而他不是说不敢来诊所而已，他是连其他的地方都不敢去。然后他就说他很担心，非常非常担心，然后完全不敢出门。所以我看到在这个疫情当中，耳鼻喉科其实就是病患减少最多的其中一个科别。那另外一个科别就是小儿科，因为大家都小孩子啊、老人家他们都是在家里不敢出门，然后呢口罩也都戴好好的，所以一般的感冒啊几乎都没有了。那还是有一些病患会来到我的诊所。那这些病患大部分的都是我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焦虑，就是心情非常的沉重，不管是害怕新冠肺炎，不管是怕自己喉咙有什么问题，常常来的就是先心然后 KK， 然后 KK 我就说你有敢有盖痛，你有敢有发烧，敢有扫，拢无啊，就是 KK 啊，你给我检查一下，我是不是哪有生物件？大部分都是这个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晕眩的人变多了，头壳讲。因为晕眩的问题，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再来讨论。晕眩的问题成因很多，但是最近来的很多病患就是因为睡眠太差，然后呢，不管造成颈部的血液循环不好，或者是有耳石脱落，耳朵的耳，石头的石，它固定一个时间的时候，耳朵里面会有个构造会掉出来，然后会造成眩晕。或者是颈部的血液循环问题，或是睡眠的问题，或者是情绪压力的问题。有些内耳的问题是因为情绪，例如说偏头痛，或者是梅尼尔氏症，这些都会让晕眩发作。我发现这些病人变多了，那反而真正感冒的这些都没有，很少很少。另外一个当然就耳朵了，还有剩下耳朵，耳朵因为夏天有时候会有中耳炎，有时候会发炎。那我看到这些长者或者是这些病患他心里都怀着非常非常大的恐惧。那其实我会不会忧虑？会啊。因为以前的病患是例如说100个人，现在可能剩下不到40个人。我说一整天我说一整天。那当然会忧虑。但是我因为我是基督徒，因为我知道乐龄的长辈不是每一位都是，虽然在教会啦，但是不是每一个都基督徒。但是很多病患他来到诊所之后，其实他是想要寻求一个安慰啦，然后想要寻求一个肯定，跟他讲说你没问题，你有时候跟他讲你没问题，他就心里很高兴。那有些病患但是他就有些病患真的就是走不出去。你一直跟他讲没有问题，他就说干嘛呢？你都给我检查起来，我是不是没有问题？他就一直陷在那个恐惧中走不出来。所以呢，我常常会要安慰这些病患。甚至有些病患他会说：“詹医师啊，我知道我这些问题不应该来找你，可是我奇怪，我看到你我就较安心嘞。”我说：“真的吗？”有的病患还会说。我在厝也有三太子啊，就是有些神明，然后叫他来要看我，我就跟他讲说，可是我是信耶稣的呢。他说可是家里的那个三太子还是神明，就叫我来要来找你啊。然后看到你我就比较放心啊。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大家怕的是那个不确定感。不确定感，因为就是不知道，第一个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第二个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会怎么样。那我知道上次的那个分享，那个有一位
那个中医师来分享有关疫苗的事情，所以这个我就不讲了哈。那我讲的是我个人生命的一些改变哈。那看这个图，我找大家比较可以了解的，这是林青霞，好，左边是20岁的，右边是50岁的，变了什么呢？变了就是她的外貌，好，她的美丽，她就是不同的美丽啦，哈，就是年轻有年轻的美丽，年长有年长的美丽。那什么东西不变呢？就是她的人格特质，哦，她的智慧甚至增长，哦。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变动的这个世界中找到变跟不变？好，我觉得很重要了。你要知道什么东西是不会变的，什么东西会变的。好，那在我的行医过程中，我也遇到很多困难。好，我刚才有提到说，我之前在医院是处理肿瘤的病人。好，那我以前在医院处理这个肿瘤的病人，有一个很深的，应该是说感触了哈，就是说我以前的我是，就是只管我自己的医术好不好，就是我会去专精我的手术技巧，哦，那当然这也是应该的了哈，当一个医生要专注于他的医疗专业。哦，但是我只比较偏向这一方面，哦，怎么想把这个肿瘤开干净，怎么样让病患能够得到痊愈，哦，这当然也是医生最重要的。但是我常常遇到一些病患，啊，就是我举一个例子，我自己的一个病患，他是一个下咽肿瘤的病人，他还蛮年轻的，30几岁而已。然后呢，我帮他治疗，就是他之前他是先去做电疗、化疗，哦，那本来他要去核心。但是因为跟我沟通之后，他就来到就是在双和医院接受治疗。那我帮他做完电疗化疗之后，那个颈部还有残存的肿瘤。那一般如果说在头颈部肿瘤这样子是，如果没有把那个刀把那个肿瘤清除干净，他大概就没有希望。哦，预计大概在2-3年之内大概就会离开。那后来我就其实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讲是手术非常困难的一个手术了，因为他那个肿瘤就包在血管的附近，所以你要在清那个肿瘤的时候要需要很大的耐心，也是负很大的风险。那感谢主，最后这个病患这个肿瘤被干净的移除了，然后移除之后呢，这个病患病情也控制住了。好，那后来我跟这个病患就是了解之后，他这个病患有身世非常坎坷，就是他是一个这个30几岁的男性，他从小就被爸妈放在乡下，就是隔代教养的问题。他爸妈就是忙于事业，很久都没有再跟他联络。那他也跟他的父母就是疏远了。那到了比较年长，到20几岁才回到他亲生父母，就是原生父母那边家庭跟他居住，所以他跟他们的感情是疏离的。所以他来看病的时候，几乎都是他一个人来。他的妈妈也很关心他，但是他跟他妈妈要分开来看，就他来看一次，他妈妈再来跟我说：“我的儿子刚才是什么问题？”所以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疏离的。那我那时候因为已经信主了，我就鼓励他去教会。他也看见他那一段时间是非常的就是高兴的，因为他病也得医治了。但是因为头颈部肿瘤的病患就是很喜欢抽烟喝酒，那这些是造成头颈部肿瘤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这个年轻的男性的病患，他因为他跟他原生家庭一直处得不好，然后也常常陷入心情郁闷的当中，所以他又开始喝酒抽烟。然后我就有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我在跟他谈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医生最好的医生就是把病患这个病治好，甚至有些病是不是你治好的，我们也不是非常肯定了。好，那至少这个病患是因为开刀治疗好的，这个我可以肯定。所以我很深的体会是，我们医生可以医治这个病患的身体，好，但是却没有办法医治他的心理。好，那很多后续的这个在医疗现场遇到的一些例子，有些病患他虽然受到控制，但是他
过了几年之后，他有另外一个癌症又走了，甚至你这个开刀开完之后，开刀开得很成功，那个头部的腮腺的肿瘤已经切除，是恶性的。过了没1-2个月，他心脏病突发就过世了。所以就那时候其实让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啊，就是我们人生就是做医生的角色到底是在哪边。那回到这个诊所之后，以前的我啦，我说实在的，我是很严厉的。病患我常常会骂他们的，例如说，甚至会觉得说，有时候会跟他们讲说，你这个浪费我的时间，我还有很重要的病人，例如说我还要癌症的病人要处理，你这些问题不要来找我。就像刚刚我讲的，有些喉咙卡卡的啊，他一直很担忧这个问题，我其实是对他们不太客气的。但是因为有这个信仰之后，慢慢的我改变了，我真的改变了，就是我觉得医生重要的事情似乎不是只有医疗他的疾病，最重要的事情是应该要给病人安慰的，所以现在我在做的事情大部分都是给病患安慰，都要跟他讲说，你这没病不要紧，别烦恼，要去注疫苗，别烦恼，免惊，我大部分都在跟病人讲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是我生命中很大角色的转变。但是我很高兴我有这样的转变，因为我变得比较应该像一个比较有人性啊，应该是这样讲的，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那个医生，这我觉得我还蛮高兴我有这样的转变，所以我要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人要找到我们生命中什么可以变，什么不可以变。那不变的对我来讲，就是我行医的初衷。我看下面这一张，就是忠于初心。我在想说，我常常我在医院或者在诊所，我都会想想看，说我到底我做一个医生是为什么？我想大家也可以问问看嘛。你当一个不管，因为大家角色都不同，有的可能是老师，或者是像牧师、应验牧师，或者是说一个家里的爸爸或妈妈，什么样的角色都有可能。你要问一下说，你这个角色，你当初你有这个角色的初心是什么？那我常常问我说，我在医院，不管是我之前在大医院里面开刀，我会常常问我自己说，我当医生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我自己的成就，我的就是我要往上爬，我要成为主任，我要成为副院长或是院长等等一些，还是说我要人家对我很羡慕，我说我艺术很厉害，我很强，我很行，这样让那个我周围的医生都说，这个医生很厉害，还是我只是单纯的想要把这个病患治好？我常常问我这个问题。那为什么会放这个图片？就是我很喜欢那个德蕾莎修女，这是德蕾莎修女她讲的一段话。当然里面有一段英文，我英文讲的不好，发音很差。我就直接用翻译好了，不然我觉得太丢脸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呼召我不是要让我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而是要让我成为一个忠实信实的人。那对德蕾莎来讲，德蕾莎修女来讲，就是忠于她对上帝的本分，去救这些贫穷在印度这些贫穷的人。那对我来说，就是做一个能够把病治好，然后病治不好，尽我所有的能力治不好，我至少可以安慰这个病患。那我目前的还多了一个角色，还可以帮助那些还不认识上帝的人，帮助他们愿意想要去认识上帝。我也很讶异我的改变，因为我以前在我医疗的现场是不会跟病患讨论宗教的这些，就是信仰这一块的。但是我现在我常常有的时候会说，其实突破我心里的难关了。我会跟他讲说，这个病患我觉得他真的没有问题。有一个病患我印象很深刻，他的先生已经过世了，然后他遇到很大的身体上、心理上的一些压力，然后就表现在他喉咙，就是我刚才讲的喉咙的 KK， 他头会晕晕的，全身都不舒服。那检查过后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就跟他讲说，他才跟我讲说他先生最近过世。
那我说那我要开给你，但是我可不可以帮你祷告一下？他说可是我信我信这我是不是信这呢？我信佛教的呢。我说没关系啊，你多一点祝福也好啊。然后我就帮他祷告，这在以前的我是做不到的哈。但是我发现，我帮他祷告之后，不管他有没有感觉到了哈，我觉得他的心情是比较平稳，所以他后来再回来复诊的时候，我都觉得他心情比较稳定。哦，那药物也对他有产生帮助哦。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角色跟以前在医院的角色又不太一样。那我也很高兴我有这样的转变哈。好，那接下来就是我觉得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保持有一个新的眼光哈，就是保持弹性哦。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有些病患他们就是走不出去，我都是不敢出去啊，我都是不敢注疫苗啊，哦，等等等等，他会把他绑住了，他就觉得他什么地方都去不了。好，那我很高兴说，现在在现场的每一位那个大哥大姐，或者是可能年纪比我小的弟兄姊妹，我觉得你们是很棒的一群哦。你们不管年纪，不管是你们的职业，你们都愿意去改变，去用这个 Google Meet。老实讲 ，Google Meet 也是我最近才跟我女儿学的。哦，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很棒，你们愿意做出改变，这个其实是不容易。哦，因为我们人年纪越大，越会受限，越来越害怕去做一些改变。但是从小的地方做起就是改变。然后我就跟有些病患说：“啊，你若无运动，不要紧啊，走路就好啊。有开始走路就可以，走路嘛真好。哦，都就是请他们从有开始就可以了。哦，所以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真的要对这个疫情要有一定的了解。哦，不要常常听有些不管在赖上啊，或是有的没有的一些假讯息，这会让自己心里更慌。哦，其实要多去找比较专业的意见，不管是牧师啦，不管是医生啦，不管是比较专业的一些报章杂志都可以。好，就是摄取一些比较正面的消息，你才不会这么恐慌。听到一个消息就很害怕，然后保持你的弹性跟理性。哦，那有儿女的，我觉得要好好听儿女的劝告，真的，因为大家都有小孩子嘛，我也常常被我的小孩子教导啊，我要常常去听他们的意见哦，他们的意见，现在的小孩的意见不一定都对，但是你要听他们的意见，要有弹性，你的大脑才不会退化哦。好，那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在这个我个人的行医生涯中，最重要学到的就是谦卑了哈。那以病人为师，这个是我很爱看，我很喜欢看周星驰的电影。这个功夫，这个我看好几遍了，因为我觉得很有趣。那为什么我要以病人为师？因为我觉得有在行医过程中，书本教了我很多，然后呢，老师也教了我很多，但是最大的得到的都是病人。就像我刚才从很多病人学习到人生的道理一样，我看到很多人生我需要改变的地方，这是我学习很大的地方。那重点是什么？你一定要有谦卑的心。就是我刚才跟各位大哥大姐分享，你一定要有愿意听人家讲话的心，不管是医生，不管是牧师，不管是你的孩子，不管是你的朋友，你一定要愿意去听他的话，不要太固执于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以前都是那样。”我知道各位在线上的这些大哥大姐，你们都比我有很多成就，在各方面都人生的阅历都非常的丰富，也有很大的成就。但是，一旦我们太固执于我们以前的想法的时候，你就不会有改变。我们大脑的运作也是这样。所以我刚才讲嗅觉丧失，或者是以前我们听力的丧失，以前是没办法治疗的，现在都有再生医疗，或者是有人工电子耳，甚至连视力都开始有人工的那个视网膜，或是一些就是晶片可以帮助视力重建。
越来越多的科技进步，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人是可以改变的，所以你的心也是可以改变的。愿意去听别人的意见，就是你改变的开始。那我要再鼓励大家，你们真的很棒。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在生命中就是要有一个感恩的心。那感恩的心，换句话来就是正面。就像在这个疫情，我人数下降非常多，但是你用一个正面思考，是我换到休息的时间，我换到怎么样在跟病患沟通的一些时间，怎么样以前只是单纯治病，开药，那现在会多了言语上的关怀，甚至会帮病人祷告，这都是我以前得不到的。那甚至我跟家里的关系也正在改变，虽然我还是小孩子看到我还是不太愿意听我讲的话，因为我太枯燥了，所以很感谢木烟牧师给我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讲话。那但是我也学习在我们每个礼拜我们家里面都会举行一个聚会了哈。那大家不知道名词没关系，我们叫做家庭祭坛，就是我们家人和全家会再聚在一起，就是分享我们这一周遇到什么事情啊，然后有遇到什么困难啊，需要什么大家祷告帮助的啊，我们会聚在一起，然后分享彼此的看法。这个也是以前比较没有办法，在医院时间很忙的时候没有办法的。那借着这次疫情也大家都在家里，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以前你跟小孩子讲不出话来的，多问他一句话，多关心他一下，送他一个卡片，甚至比较恶心的就抱抱他，亲亲他。我大女儿现在已经大学5年级了，有时候遇到她大6了，要升大6了，然后已经大6了，然后她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有时候还是会过去安慰她，抱抱她。虽然她都会把我推开啦，但是我还是会做以前我不敢做的事情。那我们在疫情当中可以看到很多美好的事情，也看到很多人愿意牺牲自己，然后也看到很多在教会中的人，然后愿意在这个疫情当中仍然花自己的时间去分那个食物给需要帮助的人，我真的很感动了。那也真的希望自己也能够在这个疫情当中能够做我自己本分上的一些贡献。好，最后一章。这个书不是我要为这个书广告哦。我要跟他讲为什么我要造这张书，因为呢，我最近就是被教会推举，就是推荐成为马偕的董事。那马偕的董事我不知道还要去学工程，因为我被安排到工程小组。我跟那个董事长说，董事长，我完全不懂工程，你真的要把我安排在工程小组吗？他说，你就来吧，有一个医生当工程小组的成员也不错。所以呢，我必须要自己去学习工程这件事情，所以我去跟我的大学同学是学工程的，去请他推荐一本入门书。我现在要开始看这个《图解建筑施工入门》。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都是在更新而变化，心思在慢慢的改变，我们都要终身学习，但是要记得一句叫做尽力而为。我们要尽我们自己的能力了，但是尽我们能力的范围之内，我们要终身学习。那我看到在线上的各位大哥大姐，你们给我最好的榜样，很感谢你们。对，那很感谢今天跟大家的分享。这个直接跳过。谢谢大家。这个是我很喜欢我们全家人照相一个我们全家福。右上是我儿子，左上是我的大女儿，左下是我小女儿，右边是我的太太。那我们家遇过很多的辛苦的地方。这个是我太太在最近这2年前有一件生命中很大的疾病，影响到甚至会影响生命安全的一个疾病。那后来因为感谢主他的恩典，后来治疗好了，我们也寻求那个医疗的管道，也都治疗好了。那这个是在他患病以前，就是生病以前照的。那最近我们是还没有合照。那我很喜欢这个照片给我的感觉，因为我看到盼望跟希望。那我希望各位
长者、各位大哥大姐都能够在线上学习，找到你们在人生的线上的现在的人生的盼望跟希望。好，那跳到前面那一，对不起，我再补充一个图。好，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像。有看到吗？有看到图吗？没有。好，没关系，那个图就跳过。那个是一个人站在高山上的图。我希望大家都现在大家可能是在爬生命的第二座山了。我们人生就像高高低低的山谷，你可能已经爬到人生的高处，或者你还陷在低谷里面，没有关系，我们都可以继续爬我们人生的第二座山。我祝福各位在松年大学各位朋友，你们都能够找到人生第二座山，都能找到你们人生的盼望跟希望。我找到了，我找到我人生的盼望跟希望，希望你们也找到。谢谢。谢谢张医师，很多人都谢谢张医师。今天我们的张副校长他特地从头到尾都。校长有人提问。好，有提，那就先提问好了。那个詹医师在通话中的讯息有人提问，他询问詹医师说，在外面流鼻血时，也能像詹医师说的那样止血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好，如果在外面没有棉球，没有什么凡士林，那最简单就是卫生纸啊，卫生纸。如果连卫生纸都没有，就直接压迫也可以。好，那另外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可以休息。凡士林是叫对。凡士林可以，只要油性的药膏都可以，不要太刺激的，不要用那个面速利达姆就是用那个油性的药膏，眼药膏也可以都可以，凡士林都可以。女主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有。第二个问题是，可以请医师示范一下耳石脱落时要如何处理？耳石脱落，它是我们内耳的一个，我们叫三半规管有一个构造，它本来会有个石头，是因为它会有石头，我们人在动的时候，它才会感觉我们人才会感觉身体的平衡跟移动。但是有的时候那个石头会掉出来，它会掉到那个像水管一样的，我们叫三半规管里面，所以你在姿势变换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晕眩。那临床上我们会用特殊的一些头部变换的姿势，然后把它那个石头把它调回去原来的位置。那这个有一点困难，现在没办法示范了。但是你如果看 YouTube 里面都有做，你可以很多病人都会去 YouTube 看，但是 YouTube 有它的限制，因为它那个角度因为半规管有它的角度，要用特殊的角度，然后才能够把它调整回来。但是你可以试试看就是在 YouTube 上有一些角度的变换，可以把它调整回来。好，那如果真的不行，再来找耳鼻喉科医师。好，谢谢。还有没有第三个问题？那现场同学还有人要再提问的吗？可以开麦克风。有人要问吗？我想问一个问题耶，因为刚刚医师有分享，就是在那个晕眩的部分。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像我的偏头痛，我也知道是颈部的问题，是很有相关性的。那你刚刚提到有一个是那个颈部血液循环，那这个部分要有没有可以透过运动啊，或是怎么样可以去舒缓或是促进它的血液循环的部分？好，那我先说，在西医上面的治疗方法，我不会言，西医是比较偏向于已经到了疾病的程度，我们来做治疗。那所谓到疾病的程度，就是说我们会用一些超音波的方式去判断，因为我们的颈部的血液循环有2套，前一套就是我们颈部的动脉，那有一套是在脊椎里面有个脊椎动脉。
有前后2套循环在供应。那前面的大血管当然有可能是因为胆固醇啊，或者是一些血管的剥离，然后造成那个血管的狭窄。那当然就要有时候要放支架，血管的支架。那如果是后面的血液循环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因为颈椎突出，压迫到血管，那个就是要用手术的方式，或者是用复健的方式，把那个椎间盘把它调整回去，才不会压到血管。那这是西医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疾病的处理方式。那我知道那个我们的牧者他们有认识很多一些很好的中医方面有治疗的一些医师，他也可以帮忙类似像复健啊，或者是调整颈椎的位置。我觉得在去咨询过专业医师的意见之后，我是觉得这些是我自己是不会反对这样子的一些治疗，因为中医有它的那个治疗的一些优于西医的地方，我觉得两者不能并废啦。但是我还是建议，如果说一开始的时候能够由西医来诊断，那诊断出来问题如果是轻微的，或者是属于一些功能性，就是说例如你太累啊，颈椎太僵硬，那可以寻找一些中医的方面，例如说针灸啊，或者这些治疗都是 OK。这是在现在的医院里面，中西医合并也是很常见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好的，谢谢医师。不客气。我跑掉了。我这样讲有听到吗？有。我今天有。今天非常感谢那个张医师能够来跟我们这样的分享因为我们每次上的那个综合课很少讲到耳鼻喉科，而且呢，他非常深入，从理论还有从实际，然后每一样东西讲得非常清楚，让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的经验就非常的感谢他。再来，我们除了听到他的专业这么的强以外，而且他呢就遇到像这样，例如说这种新冠肺炎这段时间，他又能够及时的改变他的思想，会把他的心呢又放在病人的身上，他用谦卑的心呢又去学很多很多的东西又是看书啦，又是传福音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给我们很好的榜样我以前也曾经因为那个耳鼻喉的问题去看张医师，他的病人patient了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很难等，就是所以呢，我觉得都要赶快去挂号。他真的是非常棒的而且家里呢也很棒小孩子也都很棒，那一科的我说好棒，他不管在家里各方面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就是学习。最重要的一句话，真的这种讲说实在太难得了，能不能在我们上课以后再来给我们一次，可以吗？如果有机会，我会希望跟大家来分享了。本来今天的题目是要请我的同学，他是陈焕生医师，他也是组内的弟兄，那他也是之前在立新医院的，他当到副执行长，也到那个在对岸去当那个联合医疗的国际医疗的那个副执行长。我觉得本来要请他来讲的，不过因为他那个现在在看门诊，这个时间调不过来。下次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很乐意分享。那我如果有时间，他有时间的话，我也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是谢谢好。刘英业牧师，你是不是后是雅婷姐你们来接手？好，我们非常谢谢詹医师他的分享非常真实而且我觉得非常实用不只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的生命不是只有身体其实我们的心理跟灵魂其实是互相是整体。就现在的医学其实也讲求整全的这个医疗，当然我们会得着一种病或者是一种病态，其实也是整全。
所以我们是需要的哈。我们非常谢谢哈詹医师，我们也相信詹医师下次如果有空，可不可以也再给我们看我们这么多人回想的？那叶牧师再想个题目好不好？这是讲没问题啊。然后下次还有耳朵哈，还有其他的好。那如果没有疑问呢哈，我们就来照一个团体照好吗？我们把镜头打开哈，那我们来，那先把麦克风，如果还没有那先把麦克风关掉，然后我们把荧幕来打开英如，请你来荧幕的照相好吗？你那边可以吗？好，可以。好，我们请大家都把这个都把那个镜头来打开好吗？好，邀请，是历史性的一刻哦，好，好，1、2、3，好，可以。我们詹医师很赞，我们都来比赞好不好？哈，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要翻转成为很赞的啊！好，来，1、2、3，赞，赞，好，可以。好，谢谢大家。好，谢谢。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准时见喽，一样要先来运动，好不好？好，下礼拜是林信南医师哦。下礼拜武汉新冠肺炎打乱的心哦，精神方面非常棒的医生哦，一定会让我们能够很好的走出这武汉肺炎或新冠肺炎的这个心被打乱的心。他这个是精神科医生非常好哦，大家一定要揪这位来听，谢谢。特别谢谢。那不要错过任何开课的资讯，请搜寻 FB 粉专桃园市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好，那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下礼拜见喽，拜拜。谢谢大家，拜拜。谢谢刘牧师，谢谢雅琴姐，好棒哦！谢谢校长，谢谢，很棒，谢谢。秀英姐，谢谢，拜拜。谢谢，下礼拜见，拜拜。帮我们找到詹医师。好，美惠长老，谢谢，拜拜。平安、慈源、娟玲，拜拜。淑珠、正堂、平安，拜拜。好，我们下个礼拜哦，这个早一点进来，我们来运动一下哈。青菜兄，好，平安，好。还有我没有打招呼到的吗？有一些英文我就是不是很清楚哈。好，我们如果可以，我们下次可以把名字打上中文名字哈，让我们彼此认识。好，拜拜喽大家谢谢。